我想問一問，點解你會認識到呢個宗教？咁你從細到大都有接觸㗎嘛？哦即係有接觸呢樣嘢新年啊、夾咩重陽啊或者端午節啊嘛，你都會接觸到佛教啊嘛。咁咪會覺得係咯。哦好，咁我想問，你覺得呢個宗教信仰帶俾你啲乜嘢？求個安心咯。哦。即係有陣時你好 confuse 嗰陣時，你咪嚟問下，即係問個安心咯。OK，好。再好。同埋我想問你點樣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實踐出嚟？實踐出嚟啊？點樣叫實踐咧？即係話你可以喺平時生活中點樣即係做一個佛教徒。哦，有啲佛教咧，咁佢就會某啲日子咧就會禁食嘅，或者係飲水嗰一日，就齋飲水，或者係就係食齋咁樣嘅。咁你咪你自己去做咯。有陣時會喺屋企度拜下神啊，拜下佛嗰啲，因為自己會即係讀下佛經啊、佛書啊，練習下咁樣咯。哦，即係你係唔單止喺呢度擺，屋企都有嘅。屋企都會有，但唔會特登咯，唔單止啦，但最好就會自己跪爆啲，因為屋企整太唔方便啦，因為我地方始終太細啦，唔好方便。哦，即係求個平安。好啊，唔該晒，多謝唔該晒。唔該晒。